第13章，耶稣对殿内出来的时阵，有一个学生对伊讲：“先生，请看，这是河顶的石头，河顶的殿宇。”耶稣对伊讲：“你看见这个大的殿宇吗？将来伫遮无一块石头留伫石头顶，无受拆毁。”耶稣伫迦拿山顶对圣殿得坐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甲安德烈暗暗地问伊讲：“请甲阮讲，什么时阵有这个事呢？这一切的事，得要成的时阵，有什么兆头呢？”耶稣讲：“恁着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恁。将来有一寡人冒我的名来讲，我是基督，佫要迷惑真侪人。恁听见高渐甲高渐的风声，毋免惊，这个事是的确着有诶，只是末期还未到。百姓要攻拍百姓，国要攻拍国，侪所在的确有地震、饥荒，这拢是灾难的起头。总是恁着谨慎，因为人要将恁交互公会，并且恁伫会堂内要受鞭拍，佫为我的缘故，徛伫诸侯甲君王的面前，对因做见证。总是福音的确着宣传互万民。人将恁拖去高官的时阵，毋免大声思虑讲什么，到迄时阵，赐互恁什么话，恁就讲什么。因为讲话的毋是恁，就是圣灵。兄弟要将兄弟，老爸要将囝儿送到死地，儿女要起来甲爸母做对立，害死因，并且恁要为我的名，互众人怨恨。只有吞忍到底，的确得着救。恁看见迄个行毁坏、可恶的，徛伫毋应该徛的所在，读这个圣经的人，的确着会意。迄时伫犹太，应当逃走到山顶，伫厝顶的毋通落来，毋通入去摕家内的物件。伫田的也毋通倒去摕衫。当遐个日子，怀孕的甲食年的囡仔有灾厄啦。恁应当祈求，互这个事无伫冬天临到，因为伫遐个日子的确有灾难。对上帝创造万物直到现今，并无这款的灾难。后来也的确无，若毋是主减轻迄个日子，凡若有血气的，总无一个得救。只是为主的选民，伊将迄个日子减少。迄时若有人对恁讲：“看，基督伫遮”，还是讲基督伫遐，恁毋通信，因为假基督、假先知得要起来显神迹奇事，世事若会行，就将选民迷惑。恁着谨慎，看，凡事我拢大声甲恁讲。伫遐个日子，遐个灾难以后，日头要变乌，月亮也无发光，正星要对天顶坠落，天势也拢要震动。迄时，因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、大荣耀，驾云降临，伊要差遣天使，将伊的选民对四方、对地极，直到天边，拢招住来。
恁通对无花果树学一个譬如，当树枝不应发育的时阵，恁就知夏天近啦。安尼，恁伫时看到这个事成就，也应该知影日子近啦，拄拄伫门口。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个世代也未过去，这个事拢要成就。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袂会废去。总是迄个日子，迄时阵无人知影，连天顶的使者也毋知，囝也毋知，只有爸知影。恁着谨慎警醒祈祷，因为恁毋知迄个日期伫时来到。这个事拄拄亲像一个人离开本家，寄居伫外邦，将权柄交予奴仆，分派逐人着做一工，各吩咐看门的警醒。所以恁着警醒，因为恁毋知影家主什么时阵来，或是下昏，还是半暝，还是过啼，还是早起，惊了伊忽然来到，看见恁困。我对恁所讲的话，也是对众人讲，着警醒。